成立超过30档的台南大学民俗队，在2009年在受教育部委托成立民俗体育发展中心，其中创意宋江镇的陆续拿下7摆全国冠军，并得到上关荣誉的王者之势。当然，所有的创意背后一手栽培体育系教授蔡宗信认为，是师范学生的素质以及骨力练习，依照传统不断优质化的成果。台南大学是师范学校，所以素质都非常好。他们会一直去优化，跟这个加入这个新的创新，但是是依循传统，所以表现出来会感觉比较优质，所以会跟普通的不大一样哦。但是基本上我是觉得这个让民俗体育能够渐渐的登上舞台经由这个师范体系的一个提倡跟优质化然后让各界还有这个学校学生所接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台南大学民俗队嘛，因为是比赛常胜军，所以暂时需要请到湘西国庆等国内外大型庆典来表演，相当无简单。同时，为了让民俗技艺甲传统文化伫全国各地来传承发展，民俗队的毕业生多数拢会从事教学，继续开枝散叶。基本上是从舞龙开始，那我们曾经参加很多的庆典，包括100年的开国国庆的第一个表演节目《中华巨龙》，然后我们渐渐的从舞龙扩展到舞狮、战鼓、宋江镇等等，也曾经获得宋江镇7次的冠军，然后也培养很多这个民俗体育的人才，现在都在这个各级学校，尤其小学来从事这个民俗体育的活动。因有文化自身身份甲特色技艺，台南大学宋江镇伫表演的时，除了要互民众看热闹，嘛要持续教育大家来看门路。台南新闻管子采访报道。